澳门威尼斯人说它是澳门的购物天堂，绝对名副其实。整座3层全是商场，各大品牌目不暇接。来到澳门威尼斯人购物中心，除了要带上地图导览以防迷路之外，以下10大亮点你也不要错过。澳门威尼斯人购物中心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模拟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街景。从潺潺流水到两岸的意式建筑，从地砖到街边的路灯，一切细节都让人仿佛置身于威尼斯呢。当然了，其中有一个逼真元素，您要往头顶上看，就是这一幅巨大的人造天幕。面积高达24000平方米，仿佛24个小时都能行走在威尼斯的天空之下。而且这天幕呢，一共有3500朵云，这云朵呢还有跟随你走动的神奇效果呢。最赞的一个体验方法就是徜徉在大运河里，坐贡多拉船上，船走云也走，恍如仙境。接下来我们说说这吸引眼球的室内运河。购物中心内部修建了3条运河工程，它们分别是大运河、圣路卡运河及马可波罗运河。这3条运河呢，每条长达150米，总注水量高达9000吨，它也是当年修建澳门威尼斯人最富挑战的工程之一了。现在呢，我们就带您来到整座商场的中心瑰丽堂，它也是澳门威尼斯人购物中心最气派恢宏的地段。头顶的这幅壁画复制了意大利画家保罗·维罗内斯创造的威尼斯的胜利。画家用大胆的色彩、高超的技巧展示了威尼斯当年的魅力。因为它实在是太气派，所以也是游客必到的自拍景点之一哦。以瑰丽堂为中心，由6条购物大街呈辐射状展开。它们分别是脸谱街、圣诗街、贡多拉街、红日街、歌剧街以及金桥街。注意哦，每个名字都写取了水乡威尼斯的一个标志物呢。位于红日街和贡多拉街中间，还有一条街名叫繁盛街。这条繁盛街英文名叫 Market Street，Market 就是集市、市场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猜到了，香喷喷的美式广场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在7条街中，有3条分别连接澳门威尼斯人购物中心内的3个广场。正直街通往圣诗广场，红日街连接红日广场，而繁盛街则通向圣马可广场。整个商场最大最有名的购物广场就是圣马可广场，它取名于享有欧洲最美客厅美誉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在这个最热闹的迎宾客厅里，几乎随时都有精彩的演出。喜欢看秀的你一定不要错过圣马可广场。接下来这个亮点呢，大家可要记清楚了。澳门威尼斯人购物中心作为澳门金沙购物城邦的一部分，它与另外3座购物中心紧密相连呢。您只要通过室内行人天桥就能逛遍澳门金沙购物城邦的850间免税店铺，其中40间店铺还是首次进驻澳门的国际品牌。这里一共有850间店铺，换而言之，如果每个店铺您只需要逛2分钟，那逛完这850间店铺，你也需要花28个小时呢。也就是说，一天24个小时这儿都逛不完呢。各位购物达人们，你们心痒痒了吗？